我嘛是惊无代志，这间带囡仔中心还有补习班险大失火。代志发生伫昨早起是9点钟，新竹关东路这站3层楼悬的厝强强倒起来，透天厝的楼骹咱看到是超商，那2楼是带囡仔中心，3楼是补习班。这天拄好是礼拜日休困日，该在无人调入内底。倒起来所在有可能是2楼带囡仔中心。附近的民众一个看到失火了后，大声喊救，场面足紧张。 乌烟一直冲出来，厝内民众足激动的惊甲放声叫，就惊家己会火火烧死。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由水线拍火，好佳在伫7分钟内就将火控制落来。厝内民众嘛家己走出来，毋过内底物件拢火烧掉去，含壁嘛烧甲规个乌糟糟。 代志发生伫7号早起9点，新竹市的关东路烧起来是这栋3楼悬的建筑物，内底有超商、个囡仔中心甲补习班。火可能是为2楼超商员工的休困室烧起来的，这届火烧厝拢无造成伤亡。因为现在刚好是暑假期间，而且是周末了，所以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跟我们调阅这个消防安检的一个记录啊，它里面的设备都是合格的。 好佳在迄当阵厝内拢无囡仔，若无后果，想都毋敢想。火烧厝真正的原因，阁爱等火调人员进一步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